今次影片咧簡單地分享一個近嚟好多人討論嘅工具，叫做 Hermes Agent。Hermes Agent 咧其實同 OpenClaw 係同類型嘅 AI agent 工具，佢同樣都係 open source， 屬於開發者使用嘅工具嘅。喺 OpenRouter 呢一個 API 中轉站呢一個工具入邊嘅排行榜睇到咧，近嚟 Hermes Agent 嗰個 token 消耗量咧已經超越咗 OpenClaw 龍蝦㗎啦。嗱，其實你點樣知道呢個係咪一個屬於開發者嘅工具呢？第一，如果你入去個網站度見到預設係 dark mode 嘅，咁通常都係表示係迎合 developer 嘅風格。嗱，第二啦，如果你下載咗個工具翻嚟，你 log in 嘅時候呢，你左手邊揾下一個字，咁如果去形容一啲定期嘅任務叫做 schedule task 或者叫做 automation 嘅話呢，咁呢類工具呢，就係通常係俾一般嘅使用者去用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見到一個叫 cron job 嘅字呢，咁通常咧呢個工具咧就係俾開發者用㗎啦。嗱，你可以話 Hermes Agent 主要係精華咗龍蝦入邊最重要嘅功能。佢可以俾你揀唔同嘅模型，佢可以俾你做 schedule task， 佢可以設定 skills， 甚至乎可以控制個 browser， 同埋可以連接到落去 WhatsApp、Telegram 入邊去用嘅。嗱，而家呢一個咧係佢哋官方嗰個 dashboard 界面。嗱，要留意咧，佢哋自己官方咧係冇提供一個對話俾你嘅，即係你唔可以好似 Manus 或者 ChatGPT 咁樣咧，直接喺入邊開新對話。你係必須要連結入去 WhatsApp 或者喺個 terminal 嗰度咧去開新對話嘅。嗱，所以呢一類咧係屬於開發者使用嘅工具為主。嗱，咁除咗佢係精華咗龍蝦一啲最重要嘅功能之外咧，咁佢仲有啲咩特點咧？咁而家進入去個網站咧就睇到啦，就係佢係會有呢個持續嘅記憶，同埋自動去生成一啲 skill 出嚟嘅。嗱，當然龍蝦嗰邊咧其實都係有持續嘅記憶嘅，只不過咧佢嘅做法上邊有少少唔同。嗱，首先所謂嘅 AI 記憶咧，只不過係抄筆記嘅啫。咁我之前嘅影片咧都有解釋過啦。咁佢點樣做到所謂會自動地進步咧？其實佢係會定時定候自動地去 update 嗰個 skill。嗱，佢嘅諗法咧係幾有趣嘅。簡單嚟講，就係當個用戶同 Hermes Agent 對話嘅時候，佢每10次嘅對話咧就會作為一個總結。嗱，所以去到第10輪對話嘅時候咧，佢喺背後咧就會揾 LLM 去睇下呢10次嘅對話入邊有冇一啲重要嘅嘢。如果有重要嘅嘢咧，佢覺得要記錄低嘅，佢就會 save 咗落去呢一個 memory 嘅MD file 度啦。如果佢覺得呢10輪嘅對話入邊係冇乜特別嘅，咁佢就唔會 save。嗱，同樣嘅原理咧，亦都擺咗落去 skill 嗰部分度。當你叫 AI agent 做嘢嘅時候咧，佢係會應用工具噶嘛。例如你叫佢幫你回覆 email， 咁其實回覆 email 呢度係可能要用2-3次嘅工具嘅。第一次就係你首先要睇個 Gmail 內容啦，第二就係你要揾公司嘅文件資料去 draft 個回應啦，第三咧就係你將 draft 咗嘅回應咧再 send 翻出去啦。咁所以呢度係用咗3次工具嘅。嗱，佢嘅原理咧就係每逢第10次應用工具嘅時候就做一個 review， 然之後佢判斷一下呢一個 skill 係咪好大機會嚟緊呢個用戶都需要去使用嘅呢？如果係嘅話咧，佢就會自動地喺呢個 folder 入邊咧建立咗個 skill， 又或者呢個 AI 已經係應用咗個 skill 噶啦。咁喺頭先嗰10次用工具過程入邊，有冇再提升進步空間呢？咁如果有提升進步空間呢，佢就 update 嗰個 skill。嗱，所以喺下邊呢度呢，就係做咗個簡單嘅總結啦，就係每10輪嘅對話 update 個記憶，每10次用工具就 update 個 skill。嗱，呢一個呢，就係 Hermes Agent 特別之處。咁其實呢，我哋自己都可以基於呢個原理去擺落去我哋自己嘅 AI agent 度嘅。當然你唔需要抄足，但係可以參考呢一個方法。嗱，喺度咧，我使用 So Computer 去做示範。嗱，其實喺呢個工具入邊咧係可以自定一啲規則嘅。咁我而家撳去設定嗰度啦，然之後撳去 Rules 規則呢一度。嗱，Rules 係做啲咩嘢嘅咧？就係 So Computer 每次回應你之前咧，佢都係會先睇咗呢一個嘅規則嘅，即係你想象好似係一個員工守則咁樣。咁你可以新增一個規則啦，然之後入到嚟呢，佢有2個選項，十分之簡單，就係幾時用呢個規則，同埋當你要用嘅時候，具體係要做啲咩呢？咁如果喺幾時要用，即係 when to use 嗰度呢，你留空佢嘅，就即係永遠都用啦。嗱，咁喺度呢，你可以自定一個規則啦。以我為例，我就係話當你去應用 skill 嘅時候，而我提出有任何嘢要修改嘅，咁即係話個 skill 做得唔好啦。咁你就要做啲咩呢？你就要去考慮下係咪需要 update 個 skill， 去避免
重複犯錯啦。嗱，其實咧我唔係好中意佢唔問我就自己 update 啲 skill 嘅，咁所以咧我係需要佢你提供 update skill 嘅意見，但係需要我 approve 咧，你先可以真正去 update 呢個 skill 嘅。咁所以 set 咗呢個 rules 之後咧，我都會做到類似 Hermes Agent 嘅效果，就係每逢佢用 skill，然之後有嘢修改嘅時候咧，佢就會問我你係咪想修改呢個 skill 啊？嗱，喺度咧，我做一個示範，我開一個新對話啦，然之後咧就同佢講翻譯以下嘅文章做中文。咁喺度咧，我就使用我已經 set 好咗嘅 writing skill 啦。嗱，最近咧佢新增咗 DeepSeek 呢一個嘅模型，咁喺度我試一試啦。咁由於係一個內地嘅模型啦，咁所以其實佢翻譯中文係唔錯噶啦。咁喺度呢，我就同佢講，我哋習慣咧係叫做手提電腦嘅，就唔係叫做筆電嘅。咁喺度我就同佢講，筆電要改為做手提電腦。嗱，咁喺呢一個測試入邊呢，係失敗咗嘅。嗱，因為呢，我明明係俾咗呢個 rules 俾佢噶嘛，但係佢冇跟到啦。咁我呢，而家去翻之前嗰個 step 度，我就將呢個模型呢改做 GPT 5.5，然之後呢又再重新 send 一次出去。嗱，喺度我更換咗個模型之後呢，佢就聽咗個指示啦，就係佢就話建議順手更新呢一個嘅 skills 啦，就係話 laptop 咧應該係譯做手提電腦，係唔應該用筆電嘅。咁呢，我就講 yes 啦。嗱，點解我要特登轉翻去 GPT 5.5呢？因為其實 GPT 嘅模型呢，比起其他嘅模型呢，係更加聽指示嘅。因為當你玩 AI Agent 玩得好深入嘅時候，呢一個 AI Agent 佢有好多嘅 skills 啦，佢連接咗好多工具，連接咗好多 MCP 嘅時候呢，其實佢背後有好多指示俾佢噶嘛。即係你翻工嘅時候，公司俾咗好多員工守則你睇，咁其實有陣時你係唔小心睇漏咗一兩個嘅規則。咁但係整體嚟講呢， GPT 喺遵從規則嗰方面呢，係比較聽話嘅。嗱，而家呢，我就見到 skills 嗰度呢，就增加咗。嗱，所以如果你日常工作係要大量地做翻譯嘅話呢，咁你每次同佢講有啲咩要改嘅時候呢，佢都會記低落個 skill 度，佢就做到一種持續地進步嘅效果啦。嗱，雖然冇辦法做到100% Hermes Agent 嗰種架構，但係某程度咧都模仿到嗰個效果。嗱，另外我都分享下我另一個嘅規則，就係一啲長期嘅記憶啦。就係每當我俾一啲新聞或者一啲新嘅知識去睇嘅時候呢，佢就運用我呢一個 skills，將我俾佢嘅知識呢存放落去我嘅知識庫嗰度啦。其實係有少少類似 NotebookLM 嘅，咁所以當我去問佢問題嘅時候呢，佢又可以引用翻我嗰個知識庫去回答我。嗱，如果大家對呢部分有興趣嘅話呢，我可以喺下次嘅影片分享更多。嗱，尋日咧，我第一次喺新加坡一個 AI Meetup 活動入邊咧，喺台上邊分享咗使用 Zoom Computer。咁佢哋個團隊都嚟咗新加坡啦。咁我同佢哋個 founder 交流咗一陣。嗱，點解佢會揾我分享呢？因為原來佢見到我錄影嘅 YouTube 影片。嗱，咁佢哋好好啊，佢俾咗個優惠碼我哋。嗱，咁你使用呢個優惠碼去登記帳號嘅話呢，你係可以免費地獲得100蚊嘅 credit。如果你想用一啲頂尖嘅模型，例如係 GPT 5.5啊、Opus 4.7或者係 Gemini 3.1 Pro 嘅話呢，咁你就需要扣 credit 啦。嗱，所以呢100蚊美金嘅 credit 咧，就係俾你去用到呢一啲頂尖嘅模型。嗱，如果你之前未註冊過 Zoom Computer 嘅帳戶嘅話呢，咁你只需要點擊影片下邊呢條 link 入去報名就可以啦，自動地會有100蚊美金嘅 credit 啦。又或者你已經係有 account 㗎啦，咁你就撳去 setting， 然之後撳 billing， 入到嚟之後呢，你喺下邊 redeem coupon 呢度呢，輸入 SHEK100， 然之後撳 redeem 呢，你就會獲得呢100蚊美金嘅 credit 嘅啦。嗱，呢100蚊美金嘅 credit 呢係先到先得嘅，如果你攞唔到嘅話呢，千祈唔好介意。嚟緊我哋會有2場嘅工作坊，下星期就係 Vibe Coding 工作坊。嗱，參加者咧係唔需要有 IT 背景，但係建議咧你係日常係使用電腦工作啦，同埋對 API 有基本嘅了解。另外我哋下一場 Manus AI Agent 工作坊咧喺6月13號舉行。咁喺呢個工作坊入邊咧，我哋都會新增教授 Zoom Computer 呢一個平靚正嘅 AI 工具。如果想了解課程內容嘅話咧，歡迎點擊影片下邊嘅連結。我哋下次影片再見。